续来到南投的埔里，这个埔里通到仁爱乡唯一的道路，因为落大雨，道路变溪路，居民掉伫路边，有厝无路，根本无法度转去。这个现场的状况，要请记者惠良甲咱报道。惠良，请讲。 好，主播观众来带您关心卡努台风的最新情形。那尽管气象局已经针对卡努台风解除了陆上警报，还有海上警报，不过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在南投县的埔里镇。那这条道路呢，就是埔里镇通往仁爱乡唯一的道路。我们看到说，现场是积满了这个水，而且这个水是有黄土还有泥沙。那这个水呢，其实已经淹到了记者的小腿肚左右的这个高度哦。那其实根据刚刚有居民表示说，他原本想要回家的，不过他的车子没办法经过这一条道路，因此他被困在外头。那么赶快来听一段他稍早的访问。就是因为现在水太大，然后所以说排水的问题比较不利于说马上把我们的水都清空，哎呀，所以导致会塞水。从这边应该上去一直到南丰吧，哎呀，都卡住，所以我的车也过不去，所以也只好在这边阻拦一下车子比较低的一些用路人。 好，那根据民众表示说呢，他其实从昨天到今天都一直在下着雨，尤其是今天中午开始的雨势是更大的。不过幸好在刚刚稍早的时候，雨是有渐渐的缓了下来。不过除了地板上是积满了黄土之外，我们看到说旁边这条梅溪，它其实也是被山上的土石有冲刷下来，而且造成它是拦沙坝还有水门的地方是有这个一层一层这样搭了起来，这个浪是非常的可怕。而且根据刚刚民众表示说，现在山上还有多处都有坍方的这个情况，也因此提醒观众朋友，没事的话不要来到南投的山区，因为现场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以上现场的最新状况，我们赶快将时间镜头转给棚内主播。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